人過山口去食牛肉，呢個風俗已經有過百年歷史㗎啦。你哋知唔知道係點嚟嘅咧？等你哋穿越去睇下。清光緒月末年，水部橫水嘅族人起緊北帝廟。到咗重陽節呢日，大家喺山口墟劏咗一隻牛，專門俾工匠加餸。剩低嘅牛肉就俾大家自由購買。有位沙蒲菜市嘅工匠買咗2-3斤放喺工棚度，打算收工之後翻屋企煮嚟食。佢阿媽當時正患緊沙症，病得好嚴重，已經危在旦夕。聽講出沙期間追忌食牛肉㗎，但佢阿媽食咗牛肉之後，病徵竟然減輕咗。再過冇幾耐，居然完全好返晒。呢件奇事願近相傳。到咗第2年9月初9呢個墟日，商販都專門賣牛肉，而買咗牛肉嘅人拎住啲牛肉從北帝廟院子嘅正門進入，再喺側門出嚟，先至翻屋企。求嘅就係消災避禍。後來傳落去就話9月初9去趁山口墟食牛肉就可以去病除痛、消災避禍，仲可以祈福求吉祥。從呢陣時開始，呢個俗例就一路盛行落嚟啦。睇完牛肉節嘅嚟咧，順便買啲牛肉翻去雪糕餐廳舉行牛肉節啦。